廣州站將會舉辦為期2日嘅足球選拔賽。柏龍杯足球邀請賽從今年嘅4月中旬就已經開始接受報名，最終大約有100名嘅申請人被選中，佢哋將會喺6月27號到28號嚟到廣州接受最終嘅選拔。同其他嘅娛樂選秀或者係職業體育試訓所唔同，柏龍杯足球邀請賽並非係以獎杯、獎金、簽嘅方式嚟到獎勵獲勝者，取而代之嘅係邀請足球愛好者組成一支嘅國際夢之隊，將會係飛往德國挑戰拜仁慕尼黑嘅職業球員。而呢一點亦都係呢一項活動最大嘅魅力所在啊！ kann hier ausgewählt werden und in München in eine Mannschaft von Paulaner gegen unsere Profimannschaft, gegen die beste Mannschaft des FC Bayern zu spielen. 能夠同自己中意嘅球星同場競技，呢一個的而且確妙不可言，球迷對於呢個活動都非常支持。我覺得呢個活動真係好好，體驗咗拜仁佢真係一個國際級俱樂部，而且一個豪門嘅風範咯。我覺得我哋作為拜仁嘅球迷真係好幸福啊！經過緊張刺激嘅角逐，最終6名選手從嚟自全國各地8000名嘅申請者當中脫穎而出。今年秋天，6名優勝者將會應邀飛往德國，同其他國家同埋地區嘅獲勝球員組成夢之隊，挑戰拜仁慕尼黑。